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内湖，昨深夜发生着枪击案。一个50岁男子，互人开枪扫射15枪，倒骹的大腿着4枪，送病院来急救。啊，讲迄个枪手来去拢是穿黑色的外套，开枪的时阵是换穿外送员的外套，变装变2届。啊，嫌犯所骑的机车嘛是使用变造的车牌。真明显，两个人是有扣角，只是有计划来开枪。也毋过家属来强调讲，被害人是送查某囝转来，拄啊落去楼骹，拄到这个外送员问路，就去互开枪扫射。讲双方是完全无熟悉，但是警方怀疑这个案情无单纯，目前是全力在追查。穿乌衫查甫人骑倒摆到社区的外口犯案的时，特别换外送员的这方买手搁穿黑色外套骑车离开，敢是去翕到被害人着穿了后拜一个，行去到楼骹的警卫啊成。涂骹拢是灰，规涂骹拢是枪支孔，派出所有有封锁线，监视人员到现场去采证，附近的人拢互枪声惊到，就惊讲互枪支弹到。因为这不是鞭炮的声音别人的声音就是很结实。他讲说不要走，要走。嫌犯，他12点19分哈，他从我们这边过，然后呢，他这样子绑鞋带哦。前天他们家好像也是有谁不知道了哈，有一个男生要砖头砸他。社区最近敢若真无平静，代志发生伫昨暝10点外，台北市内湖的康宁路，被害人的家属表示讲，当时姓王的查甫人送完查某囝转去了后，有一个外送员甲问路，几分钟后，嫌犯又搁射翻头，被害人敢若问一句讲，啊你送了后，就被人连开15枪。之所以正骹着4枪，虽然家属表示讲双方无熟悉、无冤无仇，这款的讲法，警方真怀疑。到达犯案现场附近的时候，才换上外送员的一个衣服。目前相关的他的状况啊，也要等被害者清醒之后，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查证。虽然嫌犯挂的是假车牌，不过警方已经确定讲，这台不是查拉车，正扩大咧追查，要赶紧将人抓到案，要调查这件枪击案真正的动机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